今日分享2到3人單位無印風裝修案例，全屋自然原木色搭配莫蘭迪式點綴，體現乾淨、簡單、溫馨氣息。入門口做一個多功能獅字櫃，客廳牆做護牆板，搭配格柵、燈帶裝飾。最亮眼嘅地方就係電視背景牆，燈帶加牆板營造出藝術氛圍。客廳另一邊就利用空間做吊櫃儲物櫃，仲有個書桌書櫃位置。靠窗嘅位置就用玻璃趟門間一個睡房，玻璃門唔會遮擋客廳嘅自然光。地台床就做4車，床頭做到頂衣櫃。廚房做木板隱形門，櫥櫃做 L 型地櫃加吊櫃，仲有洗衣機位。廁所就做 PD 門可以省空間，再做洗手櫃、鏡櫃加浴屏就 OK 啦。大家需要裝修歡迎 PM 我。